恭喜你正式升呢做高級大人，第一次裝修，唔知由邊開始？呢條片帶你了解完整裝修流程。第一步，了解你嘅需要、風格同預算，再安排我哋上門度尺，提供初步設計同報價。第二步，確認設計方案、物料，雙方簽訂正式合約，再安排開工日期。第三步，我哋會辦妥裝修申請，做好公共地方保護同購買工程保險。第四步，正式開工，由清拆開始到水電，跟住就到泥水工程。首先會做防水，當然唔少得試水環節，確保防水效果之後，再到牆磚、地磚。完成後做好地面保護，之後開始油漆工程，然後再裝冷氣，跟住就到木工工程，包括家私、天花、門，安裝埋電器、燈飾、潔具，最後收埋個尾，就嚟到第五步驗收環節啦。check 清楚牆身平整、門鉸順滑、排水暢通，最後清潔完就交翻間屋俾你啦。完工後有咩問題都可以隨時聯絡我哋跟進。想裝修 send 張平面圖俾我哋提供免費諮詢同初步報價。Follow 重生室內裝修，帶你避開更多裝修陷阱。